大家好，呢條片會同大家講一講開 indicator 嘅時候常見嘅問題同埋解決嘅方法。好啦，咁我哋開指標嘅時候呢，第一樣嘢我哋上去技術指標嗰度啦，按入去，跟住呢，我哋睇翻僅限邀請嗰度，咁我哋揀翻需要嘅指標。例如我而家要開 trend monitor 嘅時候，留意翻我哋唔係撳右手邊呢個四方格，呢個只係閱讀更多，係純粹一個指標嘅簡介，撳入去係開唔到嗰個指標嘅。你開嘅時候，你係要撳落個字嗰度撳一下就得㗎啦。你會見到個把鎖，呢把鎖呢，其實呢係話俾你聽呢，佢將我嘅編碼係鎖住，唔俾你睇咁解嘅啫，完全係冇乜意義嘅。對於你嚟講，你只不過係去應用嘅時候呢，撳入呢個字就得㗎啦。好啦，今日見到佢開咗咯，開完之後跟住你可能要開第二個啦，咁你又再入去技術指標度。今次我係開 HKOP， 再撳入去咯，咁啊開咗兩個嗱。咁你而家見到開咗兩個指標啦，咁但我相信好多同學都係用緊一個免費嘅基本戶口。記住，免費嘅基本戶口只係最多開兩個指標，當開第三個時候呢，佢係唔允許嘅，除非你係將你嘅戶口升級，你付費，咁就可以開到兩個以上啦。好啦，咁而家示範一次開第三個嘅時候，個畫面會出現啲乜嘢呢？例如我撳入去 TCR， 佢就會同你講更多指標、更多交易機會，blah blah blah， 呢度呢，你就要升級，要俾錢啦。OK， 咁其實你係唔需要去俾錢噶，所以呢，你撳個交叉，跟住呢，你如果想開個 TCR 嘅時候呢，你出翻去將其中一個指標，例如 HKOP 刪咗，跟住你再撳個 TCR， 咁你就會成功開到噶啦，就係咁簡單。總之，如果你真係有需要開第三個時候，你又願意付款嘅話呢，你可以升級你嘅戶口嘅。咁但係一般情況下呢，我同大家講係唔需要咁樣做法噶。